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信靠你必不动摇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信靠你必不动摇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信靠你必不动摇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弟兄姐妹早安，今天我们要共读的经文是诗篇125篇。在读经之前，我们先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上主，你是我的诗歌，是我的拯救，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今天的早晨，我们再一次在线上聚集，要来共读圣经。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，开启我们的眼，借着你启示的话语，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，成为生活中的力量和帮助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诗篇125篇，是一首上行之诗，是诗篇120篇到134篇这15篇上行之诗其中的一首，是一首表达坚定信靠与求主保护的上行之诗。以色列朝圣者在一年3次前往耶路撒冷过节，沿途攀爬山路时，常唱诵这些诗歌，以坚固信仰。若照以往我们共读所用的版本是现代中文译本，但我反而觉得和合本的文字更能表达诗意，尤其是待会儿我们要读的第2节，和合本的经文更为我们所熟悉，是我们吟唱的诗歌，所以我想将2个版本并列。所谓文以载道，诗以言志。以下我以和合本的经文来诵读，再以现代中文译本来帮助解释。诗篇125篇1到5节，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，安稳坐镇，永不动摇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恶人的杖必不在义人的土地上停留，免得义人伸手作恶。耶和华，求你善待行善和心里正直的人。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，耶和华必将他们和作恶的人一同驱逐出去。愿平安归于以色列。以上经文。
这篇诗篇，诗人描述耶路撒冷被众山围绕的地理特征。耶路撒冷坐落在海拔约700多公尺的山上，周围由橄榄山、中央山脉等群山包围。这种地貌成为诗人描述神保护他百姓的视觉隐喻。这篇诗篇具体的作者与确切的年代不详，有解经家认为时间背景是犹太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重建圣殿的时期，大约是在以斯拉记或尼希米记的时代。当时以色列人面临外邦仇敌如桑巴拉、多比亚的骚扰与威胁，处境艰难，因此需要强调神永恒的保护。但也有另一种观点，认为是亚述王西拿基立围攻耶路撒冷时，以色列人倚靠神度过危机的写照。这篇诗篇共有5节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所要传达的核心信息有3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是第1到2节，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，安稳坐镇，永不动摇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这里所传达的是倚靠神的稳固。倚靠耶和华的人如同锡安山，象征其信心与地位在神手中，安稳坐镇，永不动摇。现代中文译本说永远屹立，坚定不移。诗人以众山环绕耶路撒冷来对比耶和华环绕他的百姓，强调神的保护是全方位且持续到永远。现代中文译本说，正如群山环绕耶路撒冷，上主也照样保护他的子民。经文第2个重点是第3节，恶人的杖必不在义人的土地上停留，免得义人伸手作恶。这里所要传达的是神的主权与界限。经文提到恶人的杖必不在义人的土地上停留，现代中文译本译作上帝的子民不会永远受邪恶人的辖制。这代表神不会容许邪恶势力长期统治他赐给百姓的产业。神知道人的限度，若试炼过重，义人可能也会因绝望而伸手作恶。现代中文译本说，否则他们也会走邪恶的道路。因此，神会适时介入，守住公义的底线。第3个重点在第4到第5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善待行善和心里正直的人。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，耶和华必将他们和作恶的人一同驱逐出去。这里诗人祈求公义与平安。现代中文译本说，至于那些走邪僻道路的人，上主要使他们跟作恶的人一起沦亡。诗人祈求神向那些持守真理、心地正直的人施恩，那些偏离正道、与恶人同流合污的人，最终必受审判与刑罚。而诗歌最后用愿平安归于以色列作为结束，展现出对集体群体与神圣国度平安的深切渴望。今天新眼光读经的每日新眼光，信靠上主，坚定不移。笔者以我们所处的台湾为写照，更加让我们感同身受。他说，正如耶路撒冷被群山环绕，受到上主慈爱的保护，台湾这环海多山的国家，从过去到现在，从现在到未来，也是受上主的保护。
即使近年来蓝白政党联手钳制立法院的运作，甚至试图借网军谣言放大中共势力来恐吓威胁台湾人，中共更在国际上用尽各种办法，试图打击吞吃台湾，使台湾陷入岌岌可危的处境。虽然如此，我们仍相信上主必要保护台湾胜过邪恶的攻击，突破恶人的计谋。信靠上主的人要像喜安山，永远屹立，坚定不移。上主保护他的子民，如同众山永远围绕耶路撒冷。我们要坚定信靠上主，才不会受邪恶人的辖制。我们也要靠主胜过各种试探，避免走上邪恶之路。诗人说，上帝的子民不会永远受邪恶人的辖制，否则他们也会走邪恶的道路。这在诗篇125篇的第3节。上帝不会让他的子民永远受恶人辖制，以免一人被迫跟着作恶。若不是上帝的恩典同在，一人也可能为了生存而放弃行义，甚至被迫行恶。即使在立法院作乱的政党破坏国家的安定，毫无理性的修法和删减国家重要预算，但上主不会让他的子民永远受到恶人辖制。那些走邪僻道路、媚共通匪的人，上主必让他们沦亡。台湾虽然不是世界巨人，但上主视为保护我们。信靠上主的我们，对台湾的信心也要坚定不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统管万有、公义的上主，我们向你恳求，你是我的诗歌，是我的拯救，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你善待善良的人，赐福给心里正直谦卑的人。求你像众山环绕耶路撒冷一般的以公义慈爱围绕我们。求你坚固我们对你的信赖，保守我们心存公义怜悯。求你惩戒走邪僻道路的人，使他们沦亡。愿主你保护台湾，让我们在你的守护中得享平安。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的盼望是在乎你，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高台，艰苦还是我信靠你必不动摇，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只在乎你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